现代第一版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。后来，耶稣搁伫提比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，显现的经过是安尼：西门彼得叫做双生仔的多马，加利利的迦纳人拿但业、西庇太的两个囝，甲另外两个门徒拢做伙。西门彼得甲因讲：“我要来去掠鱼。”因甲伊讲：“我嘛要甲你去。”因出去上船，迄暗因掠拢无。天曝光，耶稣徛伫岸顶，不过门徒认袂出伊是耶稣。耶稣对因讲：“少年人，恁掠有鱼无？”因应讲：“无。”伊甲因讲：“甲网拍落去船的正边，就会掠着。”因就拍落去，因为拍到真侪鱼，煞拖袂起来。耶稣所听，迄个门徒甲彼得讲：“是主。”西门彼得一个听到是主，因为脱腹体，紧将外衫满地跳落水。其他的门徒因为因离陆地无远，约100公尺，就过迄只细只船，甲规网的鱼拖外岸。因一个上岸，看到遐有火炭火，顶面有鱼，阁有饼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拄则掠着的鱼，掠几尾仔来？”西门彼得爬上船顶，拖网起来岸顶，规网拢是大尾鱼，拢总153尾。虽然遐尼侪，网嘛无破去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来食早顿。”门徒无人敢问伊讲：“你是甚物人？”因为因知伊是主。耶稣行活来，摕饼分互因，鱼嘛照安尼分互因。耶稣对世人中国外以后，对门徒显现，这是第3遍。因食早顿了后，耶稣问西门彼得：“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赢过遮个无？”伊应讲：“主啊，有。你知我有听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养饲我的羊仔囝。”门徒第2遍问伊讲：“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”伊应讲：“主啊，有。你知我有听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牧养我的羊。”耶稣第3遍甲伊问：“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听我无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3遍问讲：“你有听我无？”就真伤心，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逐项拢知，你知我有听你。”耶稣就甲伊讲：“养饲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你少年的时，家己下腰带去爱要去的所在；毋过年老的时，你会伸双手互人绑，甲你拖到你无爱去的所在。”耶稣讲这话，是指彼得会安怎死来荣耀上帝。讲煞，耶稣甲伊讲：“来缀我。”彼得活转身，看到耶稣所听，迄个门徒缀伫后面。伊捌伫晚餐的时，提我耶稣的行程，问讲：“主啊，是甚物人要出卖你？”彼得一个看到伊，就问耶稣：“主啊，这人会安怎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我若爱伊活到我来，甲你有甚物关系？你来缀我。”对安尼，这话伫门徒的中间流传讲，这个门徒袂死。其实，耶稣毋是讲伊袂死，是讲我若爱伊活到我来，
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这文图就是为着这代志作证，佮将这代志写落来的人，咱知伊的见证是真实。耶稣佮有做其他真侪代志，若要将这个代志一项一项写起来，所写的册，我想全世界嘛綴袂了。